另外一款战争，这是贸易战。这是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伫昨昏表示，因要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扣100%的关税，而且阁要针对中国进口的钢铁、阿鲁米扣25%的关税。这嘛是美国后面了后，阁再有国家对中国的电动车扣这么悬的关税。伫美国国安会顾问苏利文访问加拿大，并且甲总理杜鲁道见面了。加拿大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扣100%的关税。We're listening to automakers. We're listening to workers. Shortly, we will be introducing a 100% tariff on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and a 25% tariff on Chinese steel and aluminum. 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扣的税率，甲美国同款，自10月7日开始生效。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股价，伫咧消息公布了后半3%。加拿大政府面临着国内生产商的压力，业界希望对中国进口的产品扣更较悬的关税，来保护本地人就业。相比较美国、加拿大扣重税，欧盟态度是较软。顶礼拜公布的税率，只敢对中国生产的特斯拉扣9%，其他的牌子是扣17%到上悬36.3%。China to propose a solution that is WTO compatible and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s and subsidies, illegal subsidies as we see them,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identified in its painstaking evidence-based investigation. 国际能源署的资料，目前全世界销售的电动车有买加60%是中国制造。路透社报道讲，美国业界也正伫咧找缓解拜登政府大幅度提悬中国进口产品关税计划。本来要自8月7日开始生效的新关税，被迁到9月，按算8月底会做最后的决定。这样是贺锦丽将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了，北京做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